喝了多少呀？门都认错了。不认识我了，先进去。你见到高山了吗？你找他？我不找他，最讨厌他了。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坏蛋。行，大坏蛋带你回家了。走。啊？干嘛呢你？别动我，我在游泳呢。地上了，起来。我也好冷呀。要是高山在，他肯定会过来把我抱起来的。你说的对，水里很冷，我把你抱起来好不好？你看着我，看我，看我。你是高山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。我知道你现在在追我，想把我追回去，但我不会轻易的答应你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，你只是在跟我斗气，你不喜欢悲伤人，对不对？他是我弟弟，你会喜欢你弟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呀？哦，你追我就要接受你，那这样不就显得我很好追吗？你拿了我的手机去发朋友圈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就想小小的惩罚你一下，结果你还不高兴呢。不行，安安跟我说了，一个女人对待一个男人，必须要欲擒故纵。我一定要掌握主动权。你都不知道，你跟我分手，我有多难受。明明是你先来追的我呀，是你先喜欢的我，你把我的生活都给打乱了，你把我的计划也给打破了，你让我的每一步都变得慌张又甜蜜。凭什么你说停就停？来，你跟我说说，凭什么你说停就停啊？你不能亲我，我还没有答应你做你女朋友呢，你不可以亲我。你还有这个意识啊？你是不是装醉啊？反正你不能亲我，不可以。这样，你呢是被追的，又有主动权。我不可以亲你，但你可以亲我呀。有点道理啊。临卧到此一游。好了，我要去睡觉了，拜拜。